那当然5年的保障合约嘛，那所以对我来说，要拿这个合约是蛮大的挑战。第一个，我也很谢谢球团对我一个很大的肯定，那球团也代表着对我有很大的重视。那再加上我和工程师就是有一个明确的目标以外，那其实代表说还有其他个人一些很多东西要去挑战。那这些东西呢，就是在休赛季提前就已经开始。我想就是正式公开薪资透明，那这就代表着大家都会用高标准来检视来看这样子。那我想这也就是身为一个运动员一定要去面对的一个议题之一。当初天理科跟我讲这件事情，其实心里蛮犹豫要不要公开这件事情，因为毕竟台湾篮球从来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情，这样的议题。那后来我想一想，我就觉得这件事情是值得去公开。那因为我是希望说看到未来给喜欢打篮球的小朋友们，告诉他们说，台湾篮球是值得去努力的，也可以作为自己一个目标，给小孩子或者是喜欢打篮球的人说，我们不是只是打篮球，而是说你有可能未来有机会，你也可以成为一个篮球人，或是你看到你有喜欢的篮球人，你可以以他为榜样。那这些是我希望在薪资公开后，期待未来看到的发展。第一个反应是，我觉得不好。因为之前这是我第一次这样子，球队有这样子想法，然后我觉得这是 private， 一般人不会分享他们的薪水，所以我觉得这是a private thing。因为他说我想要他有一个目标，一个 plan， 他要全部台湾球员薪水更高，然后所以他跟我讲 ，I want the players' salary to help the players earn more money. It's my plan. I want the team and players to have better relationship, and I don't want other teams to come and try to talk to you before your contract's done. And then I want, the players, when they are negotiating their salaries, I want them to know other people's salaries so they can negotiate based on, their level and based on other people's salaries. So after he told me that, it was like, okay, yeah, I can, 我可以接受。陈建恩的大滑三分球，暂停了。哇，陈建恩在第4节这2记3分球对稳定军心来说非常的重要啊。就是让他做一个 hand off 的一个持球掩护2道掩护，他创造出非常好的进攻的空间高国豪在乱军当中，这个难度高啊 ，Oscar Gao。1-1。高国豪也是很敢打这个球，防守补位已经站得非常清楚他从人缝当中跳出来。双方都打得不太顺，林书伟的外线也偏了，不过 Garcia 抓到进攻篮板，给到跟上了塞瑟夫，再来一波单节第3个。I'm here。都把比较矮个子，但是得分能力比较强的洋将给换上来了。开后门 ，Hampton 左手暴扣，对。志杰想要 deny 不过不知道干扰了这个球塔比的高度放在篮下还是有Thank you very much。高国豪这个球给的也非常漂亮。李佳瑞这个球从弱边往中路去做到跟随。陈建恩3分线外的出手，蛮重要的非常重要的一球感觉是空中芭蕾。陈建恩的大滑三分球，暂停了。哇，陈建恩在第4节这2记3分球对稳定军心来说非常的重要街口工程师今天第4节有没有办法接下来把这个分数守住？对可不可以带走胜利止败呢？
林志杰下半场的第一个 field goal，哦，这边来了 Julian Wright，外再送出去，线有个机会陈建恩也拔一个，同样会进3分。哇，接下来这几波真的是哦，你来我往的哦。